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多年来，牛奶隐传出唔好嘅新闻，尤其去年台湾其中一只真太强嘅牛奶压榨米传，因正当心标出无心有嘅事情，本消费者抵制。老农也成为亚头事情当中请无辜嘅受害者喎。国内百上国家嘅老农如海豚上奶，叫本上太奶品厂，安尼看起来个问题，我家是路太厂工艺道路越多嘅。加更有可能唔是经过太厂自家生产自家卖呢。按旧有的后生嘅太豚物处医生用养家，以提名路方式前，而成立一只牛奶直送平台，希望同老农听做出自家嘅品牌，也有老农自家整公司，喺同太厂嘅竞争环境下行出自家嘅路。2024年标出定性无形有事件，就有民众超讲大家唔可以买其他嘅产品。牛奶太重米全未输到太上海，太卖从本单当年买到唔拉买嘅林凤营牛奶，贵下嘅本就用地附加嘅行。相关嘅农农输到澳洲仔，新冠态度未动无奈何。云林县喺台湾第四台向奶牛嘅天气，72户农农当中，就有61户都喺托米全打开药，其中53户喺啲轮北乡。唔过讲到要睇幾多嘅，托米全打嘅5年開藥嘅農農都唔想放棄。从这些事件来讲，洛农应该算是比较无辜的，因为它是生产端。他不知道后端会怎么样的事情，但是影响到最后变成生产端的销售不出去，所以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损失，对洛农来讲也算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件啊。100事件过後，也下原年數嘅能量有卡問題呢，由20戶農民出產嘅生奶轉送到台農，其他嘅行客由米全來數，老農夫就有卡安心。明明產品係安全冇問題，啥賣冇意外，遇到安尼嘅情形，也到老農夫真係係有苦講唔出，唔但搶佢也到做豐沛壓榨嘅生意未受到影響。其實我們本身就是有用在地的牛奶，我都是選擇比較有在地性的食材。它頂新這種，它這個食安事件的確對我們食品業的衝擊是蠻大的，因為消費者他們在購買前都會覺得說你的產品是不是有問題，所以我認為我們一個經營者就是自己的良心也要在啦。馮吉用出台混合產品，未動出現開發有頓杯體式嘅產品，係用菜體出產嘅牛奶嚟做嘅頓糕同奶酪以外，仲係一種開口式飯頭餅，就係用菜體嘅牛奶同飯頭嚟做嘅。包裝含卡係有接吻客家文化，未先入嚟2014年雲林十台嘅屬性。設計一個，我們這裡是一個诏安客家聚落，開口詩這個又是我們诏安客家的吉祥物，所以我利用這個造型去做我們那個這一塊餅乾的包裝，讓一般台灣的消費者更熟悉我們诏安客家文化。還有我們在地的農特產品。豐沛壓榨是用菜體嘅牛奶做出菜體體式嘅商品，也到用到嘅牛奶做下就會意思農農來把關。對人為嘅應用作物，切片諷刺環境皮膚也到，也項項都會影響到牛奶嘅品質。現在因為整個大環境的關係，溫室效應。然後造成每年的溫度就一直的在創新高，對牛來講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緊迫了。然後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把我們的環境用得更好，然後夏天的話就是要噴水，然後電風扇，讓牛體真正達到降溫的效果，讓牛覺得在它的這個環境能夠舒服。牛它舒服的話，它食慾才會有，食慾有的話，它的奶量才會維持住。
造一张奶牛起好势，轮背弄落利热血，详细嘅统计也掉手托，再个表上添年纪，因为位数200上年，系当日固定会做嘅事。另一项嘅阿公对2张牛嘅血气师，血毒机其系第3胎，已经有200人扎嘅。头摆下下为人工，一下向牛嘅天从会用专业分工同管理。另一项咩有价嘅体费同看法。伊嘛供养是靠管理，唔是靠开力。迄若靠开力，供养无法度啊，绝对无进步的。因为无时间好去管理牛，啊若无时间好管理牛，迄就无进步啊。因为牛含营养款款啊，拢无破片，因就学讲养讲一只牛，因为牛无讲输，因就学讲养一只牛，一只牛系咪破片？啊若破片，该当自杀，还是要治疗，用要去做。农农向奶牛出题过面对血管理、经营空嘅各种挑战，一下行会烦恼欠供应嘅问题。对宜兰太高通过相关课内传染嘅电修题，就佢办公去小组来到项目现场做设计毕业生。我们科系有2个班，然后大概加起来2个班大概快要到100人，然后真正投入现场的大概只有5个人吧。第一个就像你说的太辛苦。然后第二就是真的环境真的就是很怎么说？因为动物嘛，就是有一些粪便啊，然后一些可能有些人没办法接受这样。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他们本科系的学生真正投入到现场，其实是真的蛮少的。基本上，像如果学生要进来，他们还是必须要对这个保持有相当大的热忱，他才有办法去忍受。因为毕竟这个还是算很辛苦的行业。有配种吗？有。配种时间多久？50天。恭喜怀孕。对，这只，没有，这边还有一只啊，2047。带电专业嘅超音波机器，详细嘅同当场奶牛看诊，30岁嘅强健家嘅台湾40人嘅太动物处医生动作前后上嘅，服务嘅范围包含了全台湾19人站嘅验尸，接送同农夫往来嘅期，第2多年来見發生牛奶相關嘅新冠風暴過後，決定愛來推農做地位物界，故所帶電小農成立牛奶直接送動物嘅平台。在台湾现在因为一个历史背景的关系，所以台湾有3段式乳价，就冬季、夏季、暖季3个季节。那在台湾这个几十年来，在原物料一直高涨的情况之下，那台湾乳价其实没有太大变化。那也因为这个状况，我觉得台湾乳价是不是在尤其冬天这个时候乳价比较低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适度做一些调整？那对这段时间来，就是开始有一些年轻一辈酪农户，他们开始希望能够积极争取这个问题。强健家去年开始以为想法先地面数成立粉丝专业，对基本人身人品相关新闻也都提供本消费者。也一部嘅每次等经过群众募资平台网站，才有民众来同小农店成立品牌，系用牛奶成分全部減碼價嘅口號，為了持續嘅牛奶送到消費者嘅手中。那我们会比较仿照说，可能每个礼拜我们就是固定送几个瓶数给你。那因为牛奶的保存期限有限，那所以每周这样配送可以让你永远都是喝到一个比较新鲜的牛奶。那这样相对也形成一个稳定的消费力量，就是我们确实有个群众是固定会消费的。那也可以让酪农可以确保说，我知道说我接下来这个量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消费市场。而温天容易買也車上嘅平台爭作為客氣，故做強健家係用本人組分嘅方式來了解，為同幾多嘅農農來合作，韓國營運為用嘅規劃。我们现在那个 Flying V 上面预购，主要就是先确定一开始初期会有多少的人来支持我们。那这些 Flying V 订购的朋友们有很多是长期订购的，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初期有多少的空间可以来让多少酪农一起合作这件事情。
永建家係用租份嘅方式來募資，本單係希望先募到100萬元，募嘅1整年就募到嘅300萬。現時限定嘅同2到5個小農大合為用嘅合作。不過台灣三大奶品廠就強提市場嘅不夠上，故所永建家希望用也用到設上嘅平台來穩定牛奶嘅價值。那我想，酪農可以自由去選擇，我今天是要留在大廠或者自己做品牌的時候，那相對這個市場或者說這個整個乳品業也達到一個制衡的一個效果，或是一個平衡點。那在這平衡點就是當小農他想要做這個選擇的時候，他也有這樣的選項可以去做這個選擇。那同時間，如果這個乳品廠它的乳價不管是合理又不合理，它也可以因此來做個調整，達到讓酪農在飼養上面，它能夠放心的把這個牛奶全部都交給乳品廠。每一陣永建家係處理時，故所對酪農向牛嘅繁殖管理、用藥嘅方式都懂清楚，限卡高維度品質。唔過為做到牛奶直接送到買家嘅屋卡，現時生態嘅挑戰係送貨嘅成本係當貴。我們現在搭配由於這個大型的物流業者的配送的價格是非常高昂的，所以我們也會嘗試找一些策略合作夥伴，可能專門在做生鮮冷藏的一些宅配業者，那它在運費上面可以有效的降低這個運費成本，那甚至說有一些這個沒有辦法送到一些地方，我們是不是嘗試用鮮乳坊角色自己來嘗試做運輸？那我們也把這一塊最終一里送到消費者手上這一塊運費下降下來，大家也才能願意長期來訂購這樣。永建家係用處理師嘅身份來帶頭，佢為帶動小農來成立用到自我品牌，為同酪農聽巧妙性嘅發展。不過又有台灣三大奶品廠嘅競爭下，而下係賣嘅量係講唔好，就有可能影響到亞頭而帶嘅小農嘅生存。主題由處理師帶動小農成立自我品牌，台南沒有一群酪農自家出來成立公司。我們跟一般的小農大概就不大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是一群有組織的酪農。我們先成立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完之後成立一家公司，然後這個由公司來控管這個品質之後再由我們是委託生產。委託生產是給工廠委託生產，然後我們公司本身就控管一次，然後再委託公司再控管一次，所以雙重控管，所以品質方面都有在把關。台南市酪農牛奶生產合作社喺民國93年成立。六福在地嘅酪農結合鄉下成立公司，以為公司嘅把關。佢掉嘅產品單單都會賣到賣錯，未開嘅門市。大概牛奶、未講等嘅奶品來源，冇從主人嘅相片同資料，公開清楚嘅機制，買嘅人就安心加動到。自己做自己的品質的牛奶，就自己負責啊！我覺得今天不管誰報道什麼毒牛奶事件，我覺得這都是往好處方向想。本來可能報道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原則是怎樣，但是至少他是正面的，重視這一塊，這樣子是更好的，因為把更好的品質激發出來，讓消費者知道一下。有好在因為生產同賣係個本土利益，農民就捐口因產業遲遲多多，故所謂根本解決一個問題。就算係企業大等呢，農民每季當係企業嘅一部分，按你雙方將會有好處。如果產跟銷是分開的，這個問題永遠會存在。那如果能夠依照國外的一些運作模式，你產業也是另外這一家公司的一個股東，所以就變成會利益分享。不然的話，我想。因為銷的人永遠希望他獲得更大的利益，那生產者，你如果沒有這些銷售的出去，那永遠就是會被壓在最底端啦。因為實際上獲利還是會被壓榨。
国内生态奶品厂确定渐渐的有上嘅奶品量，在安泰嘅竞争下，东农菌科就生产上奶，乃限做得物价。也下見到此等自家生產自家賣，希望賣嘅形式改變，影響民眾消費嘅模式。安尼農農將限價作為下去，也限價友好嘅發展，消費者沒有限價多嘅選擇。